有着2万人米的梅学康黄金爱心慈善协会，长期投入教育慈善的活动，除了寒暑假领用营养午餐、叶天使的课后辅导班等，另外还佫无定期募捐物资。上午由着爱心慈善会安平分会，嘛特别捐赠443份的文具用品，要互弱势学童会用的文具无欠，好好来读册。叶天使的这个部分也是长期我们康环金一直在关心的，就是你课后辅导，咱的康环金就是免费，因为课后辅导是自付的嘛，在教育局里面他们是没有编预算的，所以课后辅导是咱家己要自付的，所以这个部分有些比较弱势的学童无法度支付这笔费用的时候。长期嘛，是拢康环金在做的关系呢。这样子的一个学生已经不限于是叶天使的，他的爱是更广泛的扩及到所有的孩子，只要他们有需要，就可以提出这个需求哈。这个真的非常感谢哈。那当然就是还有物资等不定期的这些物资啊，其实小朋友他们收到都非常的开心。那其他小朋友看到。你会觉得哇，他们好好哦，怎么都有这些爱心的物资啊哈？对，那我就觉得我们都跟孩子勉励，我们呢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有需要被帮助，我们把这份爱收下来。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只要有能力，不管是大小事，我们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关系，我们随时要把这样的爱给扩散出去，随时都可以帮助其他孩子哈。上午的捐赠包括社会局家庭教育中心、东区复兴德高综合国小。还有南区的喜秋、安平石门、甲安南区永康等，总共7间学校的校长、校长，会中家庭教育中心的主任，嘛代表教育局办证感谢状，感谢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长期对着教育的付出甲帮忙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